位伫北区育成路这间装潢现代、佮具有流行线条的店面，不但中央设有蔬果吧，而且墙面佮摆满各式的小农直送的新鲜水果，强调产地直送的水果行上午正式开幕，希望结合小农，打造优质健康的新概念。水果我一直相信台湾的水果是很优质的那我们创始这个理念的一个初衷，也是要帮助我们的一个小农所以我们会希望把台湾的农产品能够做出一个很有的价值的感觉，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未来可以销售到国外去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那就由这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那从产地小农，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创始的一个中间一直到我们的客户，然后再导入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本身是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叶俊廷，为了让民众吃得健康，甲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创一间蔬果行。一方面除了挺小农为台湾的农产来行销，另外嘛导入健康的概念，未来将标示水果的营养成分。融入现打蔬果加无糖的优格，打造蔬果行零废弃的目标。一般来讲我们的一个生产会跟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的运动、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有相关。那基本上生产会受我们的饮食影响，大概至少50%以上那我们的饮食部分我们会注重很多的营养，像是我们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还有一个蔬果类蔬菜水果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蔬果费水果这一部分我们会有一个热量的一个建议，然后甚至未来会推出所谓的健康餐然后无糖优格，然后还有一些水果的一些切盘等等来作为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目前创始店内面所卖的水果，大约8-9成拢是台湾的优质水果，进口的只大约占1成左右。未来将结合卫生商店，甚至开直播来接受民众的预约订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